飞仙姐姐一到，果然群芳失色，是吗？我怎么瞧着人家瞧的是画画呀？你哪来的这套写意首饰啊？还不赶快给姐姐从实招来？有心人送的。读书人当有分寸，即便是美色当前，也不应该如此失礼。走吧，姐姐。原来是他呀！你老实说，你跟程安伯是不是好事近了？什么呀？我还没自由够呢。听姐姐一句劝，你要难缠一点，这样伯爷才会更爱你。爱颇国王子觐见。爱颇国祝陛下万寿无疆。好，这玉雕精美绝伦，甚得朕心，朕要重重赏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陛下，鄙国听闻贵国有一位容貌倾城的女子，心中十分向往，小王可否求娶这位女子作为正妃？不知王子说的是哪位女子啊？这位女子姓石，善诗词作画，号称大业第一才女。承蒙王子的错爱，只是在下的孙女儿乃是蒲柳之子，配不上王子。哎，石相，这不像是你说的话呀！石家孙女才貌出众，满朝皆知，你就不用这么谦虚了。今日乃皇上万寿之日，要是皇上同臣以为意了，当专心，岂不等于发配边疆啊？儿女私情啊！无妨无妨，若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，也算朕的功德呀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在下听闻大业女子不喜胡然，故专门剃了胡子，以表诚意。有诚意，朕欣赏你。谢陛下。